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。你好，是观众，欢迎收看8月28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。台南体育地下化向北延伸，规划永康段是采取地下化，新市段则是高架。不过因为地方传出南科站因此将被废掉，所以议员林庆定上午伫总质询相当关心该案，烦恼将造成地方通勤的冲击，要求市府慎重考虑。议员林庆定表示，目前代替南科站一天上下车人次都高达2500人通勤。不过因为传出代替地下化向北延伸，烦恼新市车站高架化的规划以后，南科站将废掉，引起地方烦恼。所以议员特别提出关心，强调包括南科、新市以及新化站等原车站的通勤必要甲重要性，绝对唔通废掉，要求交通局慎重。这个2500人伫遮咧上下班，因咧作为呢因的一个交通的一个工具来使用。那变成问讲，剩2公里去过呢，这个显化站伊又搁要到啦，所以这个通勤站是必然的，唔通甲废掉啦。你的看法呢？家己这不过，这南科站、新市站显化，伊个功能是无共的啦，咱这南科站伊有南科园区也有通勤需要。这无可能甲废掉啦，这家己做一个保证，因为阮即摆规划是新市的功能，爱甲迄偏高灯爱甲去除或者交通较顺的，这站是伫遐，迄是即摆的规划，这南科站是原来的通勤站，也不会把它废除。像咱即摆铁路地下，咱个加几6站的啊，无可能讲甲旧的站要废掉，那个是做新的嘛，无意义。另外，有关南134线道路拓宽成30米以下，因为卡伫南科特定区，即当透过都市计划区段征收方式来进行。不过，议员质疑该已经定案至少10档，结果市府拢无动作，不满都发局的行政态度。对此，代理市长表示，伊顶礼拜已经批准公文，希望尽速进行。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。接续议员对区员总质询表示，伊将当作这届议员的结业报告，所以将于20档年内争取相关的建设，以向乡亲交代，包括中兴营区的中卫完成、新营客运转运站以及南80线咸水公园的开辟等等。议员表示，伊将持续建言为地方拍拼。同时嘛，希望一般讲一府二路3网格，不过拢无讲到4月顶，所以要求政府爱多多宣传重视。另外，讲到市府推动历年开始伫丰坪的本色 MI 场整电的做法，一般是预计发电量将超过1700万度。不过，为了认得 MI 场的整电计划，却议员都所以相当烦恼。上位伫总质询都来要求市府慎重选择爱伫3期的所在，嘛要求1、2期的树林一定要保留来开辟公园。政府为了发展太阳光电，不过设立相关光电设备的土地并无多，所以利用已经复旧而且现地的本色 MI 场来设立，如何兼顾环保甲热能发电的效益。根据了解，目前伫林德 MI 场已经有厂商有计划投资向经发局提出计划，不过互议员都所言烦恼是，其中1、2期拢真水的树林，惊一旦开发将会撤掉，所以强烈要求保留，未起嘛会刷到第3期，都是拄好替后壁厝一轮里长期无休闲公园来开辟绿地。对此，包括环保局甲经发局拢回应，且地方放心。10档来一个树林遮尔水，恁要去甲伊开发光电板，你到时是毋是爱甲所有的树啊拢撤掉？咱即马就是栽无树啊，通去挖，树啊对咱人体的健康，所以讲它是释出新鲜的、吸入二氧化碳的。你看，你讲1、2期要甲伊做这个太阳能光电，这无效嘛？你是毋爱甲规片愈啊平，而且咱是用咱台糖的土地，一档付500万的租金，委外民间来做这，你看敢有效？
1、2期这个案子的话，现在是金华局在办那时候对啊，我有跟那个议员讲过，我们在开发的时候，我们不可能把整个面都把它变成一个所谓太阳能光电设施啦，那要维持伊原本的迄个植栽，原本的，这个地不是讲全部拢要开发啦。案件是目前是所谓政策公告啦，那政策公告就是以迄个有兴趣的迄个的潜在厂商，伊也拿计划进来。等于拿计划进来的话，需要针对我们有空地，它去设置，不可能把它树木砍掉了哈。那我们整个在审查过程当中也会这样的一个评估，所以这个咱议员来放心啦哈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3期的部分当然也可以请环保局是不是可以评估纳进去。那我们这个呢配合沙仑科学城，就是讲希望这个所在会当家己发电、家己用的这个方式，虽然对人公共设施甲用政策公告。有潜在厂商有意愿的来遮做一个投资安尼。另外，有关把离沙水灾，互邻地地区民众真正找无回去厝的路，需要求市府后续一定要检讨，到底问题是处理到，毋是拢摕及时雨来作为借口。究竟如何补救？因为治水开遮侪钱，毋过天公伯一再拍成阶段，结果咱共款无结果。电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。8月23日大淹水造成台南侪学校的财前甲损失，毋过因为马上就要开学，所以家长拢烦恼学校的状况，纷纷向立委陈天辉申请。对此，立委就大台南各学校的财前，邀请教育部各教师的署长来座谈，会中争取4878万的经费，要来帮助学校复原。在咧风雨当中，立法委员陈天辉会同教育部国教署的署长邱全国来关心，因为8二三水灾造成大台南侪学校传出着淹水的灾情，真像是各地台南启智学校，因为原本的地势就较低，8月23、24这2天，规间学校拢泡伫水内面。淹了差不多一个脚头夫遮尔啊悬，校长解说着学校的周边环境，嘛希望会当争取经费，伫咧这条学校后边上界的所在，装一台抽水机啊，来消透积水。实地看过、听过灾害状况以后，国教署的署长邱全国嘛表示会全力来协助。教员未来也会来协助我们，因为我们学校的水患除了是整个内部需要一些改善以外，也有区域性的、整体性的问题的部分，就需要委员来协助。那当然，在校内的部分呢，不管是在做抽水的设施，或者目前学校所遭遇到的一些水患的损失，这个部分都会由国教署全力的来做支持跟协助。当时大台南地区也有真侪其他的学校受到水灾影响受损害。立法委员陈天辉表示，会争取一条4878万的经费，专款专用，要来帮助大台南的学校进行重建的工程。今天因为署长来到台南，我也必须跟署长做一个报告哈，因为台南这一次确实因为823的雨灾，造成很多学校它的一些灾损的状况，可能这个部分我们真的要用专案，这一次一定要用专案来协助。从过去其实我们都在教育文化委员会，在跟署长的沟通，其实都是非常畅通的哈。署长真的很用心了哈，所以他常说他基本上都是一天要工作几十个小时10几个小时哈。所以10几个小时，常常都是在关心我们的一个教育，所以我们也希望说，在这一次823雨灾，台南的一个灾损，我们希望所有学校我们会做统一的一些评估，甚至会有一些专案的一个呈报。我们希望我们的国教署都要优先来协助。因为马上就要开学啊，立法委员陈天辉也督促国教署爱简单化行政的流程，加速来帮助学校清理校园，让每一位学生拢会当平安顺利来开学。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。确实因为好大雨冲击，和南部侪所在拢造成真大灾情。而到底这款大淹水的损失要安怎办？财政部南区国税局就提醒民众，要把灾害发生的30天内，向当地国税局申请灾害损失的减免，来维护家己的权益。
8月2日暗时开始的河大雨，造成南部出现严重的水灾，和真侪民众的徛家也是财产受到真大损失。对此，财政部南区国税局指出，受灾户会当依法领取政府所发放的灾害补助，包括农渔民救助金以及减免甚至免交税款等等。同时，局长嘛提醒受灾户要伫灾害发生30天内，向当地国税局提出相片、损失的清单以及证明文件来申请所得税、营业税、还是货物税、加分酒税等税目减免。823水灾重创南部，让许多民众的家园受到严重的影响。我们南区国税局也感同身受。因此，我们特别将灾害损失如何申请租税减免的相关规定，整理成一张非常简单的图表，让民众在清理家园的疲惫当中，能够很快速的掌握申请灾害损失租税减免的资讯。我们记得要先拍照，然后要准备你的损失清单。连着你的损失清单，在事实发生30天内来向国税局提出申请。当然，不论你是到地方税务局或者是国税局提出申请，我们都会是一处收件，国税、地方税全程服务到底。第二，要请各位观众朋友特别注意的，当然我们也了解你在清理家园的当中非常的疲惫，我们知道，所以当你来不及拍照的时候，我们这一次会采取从优、从宽、从简、从速的原则来审理你的灾害损失报备文件。第三，为了让民众在申请灾害损失当中能够快速的理解相关的问题，我们也特别在各个地方我们设置的单一联络窗口。如果各位观众有任何的申请的问题，都可以打我们所整理出来的单一联络窗口的电话，一通电话我们服务就到。民众若受厝体、车辆等灾害损失的相关申请问题，会当将财政部南区国税局网站当中有财损报备专区来查询，也是卡080000000321到专人替大家服务。台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面对这摆大雨造成南台湾严重的灾情，由日本前议员叶泽孝男所经营的拉面店，特别甲台南的连锁餐饮业者合作推出捐款到消费折扣的爱心募款。业者表示，所募集的金额拢捐予淡市甲嘉义县政府的受灾户。最近南台湾连日来的好大雨，予台南侪侪所在拢做水灾，造成交通、农渔业侪侪损失。伫台湾开拉面店的日本前议员野崎孝男，嘛伫25号到麻豆煮面予灾民者。伫看到遮尔严重的水灾，伊嘛决定邀请艺人馆的总经理林刚利先生共同发起募款的活动，希望帮助灾民，予因感受到温暖甲关怀。因为我个人的想法，因为我11年之前来台湾之后，我收到很多台湾人的帮忙。那如果说没有台湾的朋友的帮忙的话，现在的我也没有。那所以现在我有小小的力量，所以我想要去讲起来，要回馈台湾的朋友们。那这个是一个我想要做募款活动的一个原因。Mr. 拉面的野崎先生其实很热心公益啊，然后其实我们也是多年的好朋友。然后在这一次的一个水灾的状况啊。他就是约我说，我们是不是2家企业一起来联合做一个募款的活动？那希望可以透过我们在地企业的一点点微薄力量呢，稍微可以帮上一点点的忙，让这些水灾的受灾户呢，希望他们可以早日重建的家园。那我们这次在艺人馆的部分推出了一张明信片，就是消费者来这边用餐的话，你可以用50元的价格，然后先买一张明信片，你可以享用2份套餐是8折的价格。即届募款的活动对8月29号到9月15号，只要到2位业者的店内捐款50块，就会使得到专属的优惠。全部的募款收入拢会捐予台南市甲嘉义县政府，提供予受灾户，予因伫中建的路上会使行到更较顺利。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先向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。
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，不然怎么开呀？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，再慢慢开车门。这是两段开车门啊！两段式开车门，两段式开车门，两段式开车门，因为很多要说3次。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《非读不可》，台南爱读册。为了有效解决戒毒所造成的犯罪行为，台南地检署以治疗作为出发点，结合北京戒毒病院加市府各局处的资源，要来共同协助毒品的使用者有一个完善的戒毒环境。现在毒品滥用的问题愈来愈严重，为了有效减少毒品成瘾者所造成的犯罪问题，台南地检署结合医疗、社政、警察、教育等单位。希望利用各单位的资源甲功能，以治疗为出发点，将毒品使用者的人数降到上低。28号下午嘛成立联系平台，未来要将提供有心戒毒的民众一个完善的戒毒环境。我们是要强调，就是毒品已经成为我们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，也是国安问题哈。那我们除了要加强缉毒之外呢，我们对这些吸毒者这步如何来帮助他、协助他来辅导他来做一个治疗，让他能够回归正常的一个社会的生活，能够做一个恢复他那个家庭的一个功能，让他自己有就业能力那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目的。我们目的不是让这个吸毒者直接送到医院里面去，我们应该要帮助他回归到这个社会，才是我们今天这个平台会议的一个目的。那台南市呢这一部分呢，资源相当的多，我们希望是地检署结合台南市的这些政府行政机关的这些的功能，包括辅导就业。包括富贵社会的这个功能，我们要结合我们台南地区的这些医疗机构，各医院来协助他做治疗。我想必须要做一个全面性的一个整合合作，才能够让这些毒品问题获得控制解决。我想这是一个团队合作，而且呢是要持续的下去，大家要非常的有耐心，因为毒品无孔不入。刚才各位看它展现的。各种新的花样，也有从植物上可以刮起来，非常多样，防不胜防。所以它是一个持续性、一个团队性的合作。所以，但是像今天呢，郑检察长以往在毒害的防治有非常好的绩效，所以我想未来台南市的毒害防治呢，应该呢会做得更好。记者会现场嘛展示了一个毒品戒瘾的宣导。地检署表示，目前透过反起诉处分戒瘾治疗的被告已经有228位。除了有效减少监所超收的问题以外，嘛希望透过联系平台的运作，提高毒瘾戒毒的成功率，同时也希望达到降低戒毒所引申的犯罪问题。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疫情过去，这摆水灾并无受到真大损害，所以上午如期举办迎接1年新生的开学典礼。今日校方特别设计安排了一连串的状元仪式，希望让每一位来到学前就读学生，伫课业甲生活顶面拢是状元同款杰出的表现。协进国小为着要迎接这个学年度1年的新学生，特别用心安排了一连串的状元仪式。不但有优秀的前辈来替这寡1年的学生换上校衫，因也做伙坐上龙船，迈向状元基地的大门，要来借此象征这寡学生，拢会当伫咧学习之路一路顺畅的登上状元。都是龙年出生的所以我们今年新生也增加了2班应该是这几年来人数算比较多的所以我们今年要特别想了一下，要怎么让孩子
在他的第一次的求学生涯的第一个入学仪式，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啊，这里面有很多的教育意义。啊，那待会我们就按照整个节奏，让孩子，那也感谢啊我们今天所有出席的家长，啊非常的踊跃哈。那我们一直在担心，啊今天会不会停课？啊，我们这几天啊台南南部地区啊有的学校现在还不能够进去哈，像那个北门区还有麻豆区淹得很严重。所以天佑协进哈，我们这边算还不错哦，很幸运。校方除了为每一位进入协进国小的1年的学生安排遮管以及颁发状元牌仪式，同时嘛介绍了1年每一位班级的导师伊的学历甲经历。这个用心就是希望让家长更加了解到协进国小的学习环境。让家己的囡仔会当安心伫咧协进国小学习成长。咱的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。今年2018艺术展区将伫9月1号盛大开幕，展开为期2个半月演出。文化局表示，活动期间将15位知名的表演团队巡回大台南各行政区来表演。伫第一场的开幕演出将伫6家登场，热情邀请民众拢来欣赏。艺术展区这个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8档，每一摆举办拢吸引真侪市民朋友在地专家到场同乐，受到真侪好评。今年艺术展区以小酒来看戏作为主题，同时嘛积极推动各区行政资源整合，将精彩艺术表演巡回大台南各区来演出。预计再来19场户外大型演出，以及11场推广性的表演。今年呢的这个艺术禁区呢，我们也特别的在重新整合我们台南的37个这个区。那以往呢，我们今年所推出的这个活动呢，总共推了19场的这个演出。那但是呢，我们特别把一些区呢做2个区的合并啊，让这个资源的整合呢可以整合得更好，那也让区跟区之间呢有更多的交流。所以呢，我们从今年开始呢，我们就是会选，例如说在我们这个6甲，好假设六甲旁边是搭配官田，好，那我们今年的演出在6甲，我们会在官田呢办1场的这个这个教育推广的活动，那让这个民众呢也对团队有更深入的了解。2018艺术展区第一场演出9月1号将伫6家运动公园登场。同港的表演团体是国内外拢真出名的 FOC 的福尔摩沙马戏团，会带来一连串的精彩表演。对活动有兴趣的市民朋友，会当上网找艺术展区，会当查到相关演出的资讯。但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现在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。明仔是乌云转雨，现在是雷雨天气，温度24度到28度，落雨几率7成。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，上大阵风10级。感谢收看8月28号的中嘉台湾电视新闻，咱再会。